約書亞記第22章。當時約書亞召了流便人、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來，對他們說：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的，你們都遵守了；我所吩咐你們的，你們也都聽從了。你們這許多日子總沒有撇離你們的弟兄，直到今日，並守了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你們當守的。如今耶和華你們神照着他所應許的，使你們弟兄得享平安。現在可以轉回你們的帳棚，到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在約旦河東所賜你們為業之地。只要切切地謹慎遵守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的誡命律法，愛耶和華你們的神，行他一切的道，守他的誡命，專靠他，盡心盡性侍奉他。於是約書亞為他們祝福，打發他們去，他們就回自己的帳棚去了。瑪拿西那半支派，摩西早已在巴珊分給他們地業。這半支派，約書亞在約旦河西，在他們弟兄中分給他們地業。約書亞打發他們回帳棚的時候，為他們祝福，對他們說：你們帶許多財物、許多牲畜和金銀銅鐵，並許多衣服，回你們的帳棚去，要將你們從仇敵奪來的物與你們眾弟兄同分。於是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從迦南地的示羅起行，離開以色列人，回往他們得為業的基列地，就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得了為業之地。流便人、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約旦河的一帶迦南地，就在約旦河那裏築了一座壇。那壇看着高大。以色列人聽說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瑪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約旦河邊，在迦南地屬以色列人的那邊築了一座壇。全會眾一聽見，就聚集在示羅，要上去攻打他們。以色列人打發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往基列地去見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瑪拿西半支派的人，又打發10個首領與尼非哈同去，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個首領，都是以色列軍中的統領。他們到了基列地，見流便人、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，對他們說：耶和華全會眾這樣說，你們今日轉去，不跟從耶和華，干犯以色列的神，為自己築一座壇，悖逆了耶和華，這犯的是什麼罪呢？從前拜比爾的罪孽還算小嗎？雖然瘟疫臨到耶和華的會眾，到今日我們還沒有洗淨這罪。你們今日竟轉去，不跟從耶和華嗎？你們今日既悖逆耶和華，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會眾發怒。你們所得為業之地，若然不潔淨，就可以過到耶和華之地，就是耶和華的帳幕所住之地，在我們中間得地業。只是不可悖逆耶和華，也不可得罪我們，在耶和華我們神的壇以外，為自己築壇。從前謝拉的曾孫亞干，豈不是在那當滅的物上犯了罪，就有憤怒臨到以色列全會眾嗎？那人在所犯的罪中，不獨一人死亡。於是流便、迦得、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軍中的統領說：大能者神耶和華，大能者神耶和華，他是知道的，以色列人也必知道。我們若有悖逆的意思，或是干犯耶和華，為自己築壇，要轉去不跟從耶和華，或是要將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獻在壇上，願耶和華親自討我們的罪。我們行這事並非無故，是特意做的。說：恐怕日後你們的子孫對我們的子孫說：你們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有何關涉呢？因為耶和華把約旦河定為我們與你們這流便人、迦得人的交界，你們與耶和華無分了。這樣，你們的子孫就使我們的子孫不再敬畏耶和華了。因此，我們說：
不如為自己築一座壇，不是為獻燔祭，也不是為獻別的祭，乃是要為你我中間和你我後人中間作證據，好叫我們也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、平安祭和別的祭侍奉他，免得你們的子孫日後對我們的子孫說：你們與耶和華無分了。所以我們說，日後你們對我們或對我們的後人這樣說，我們就可以回答說：你們看我們列祖所築的壇是耶和華壇的樣式，這並不是為獻燔祭，也不是為獻別的祭，乃是為作你我中間的證據。我們在耶和華我們神帳棚前的壇以外，另築一座壇，為獻燔祭、素祭和別的祭，悖逆耶和華。今日轉去不跟從他，我們斷沒有這個意思。祭司非尼哈與會中的首領，就是與他們同來以色列軍中的統領，聽見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瑪拿西人所說的話，就都以為美。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對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瑪拿西人說：今日我們知道耶和華在我們中間，因為你們沒有向他犯了這罪。現在你們救以色列人脫離耶和華的手了。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與眾首領離了流便人、迦得人，從基列地回往迦南地，到了以色列人那裏，便將這事回報他們。以色列人以這事為美，就稱頌神，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、迦得人，毀壞他們所住的地了。流便人、迦得人給壇起名叫證壇，意思說：這壇在我們中間，證明耶和華是神。